我係第8屆立法會新當選嘅航運交通界議員林銘峰。我首先喺度同香港電台千禧年代嘅聽眾同觀眾拜個年，祝各位新春大吉，身體健康。我喺香港成長，受教育同發展事業，喺香港理工大學主修航運管理，畢業之後去咗行船，喺英國考到遠洋輪船船長資格，喺航運界工作20多年，見識咗國際大大小小嘅港口同機場。而香港之所以能成為國際航運中心，實在係喺地理位置上、基礎建設配套、貿易網絡、法律制度、專業服務人才團隊、航運最需要嘅貨源腹地以及客源等方面，香港實在係得天獨厚。喺新嘅一年，我希望與航運交通行業各持份者共同推動香港航運中心，尤其係綠色航運方向嘅立法同措施，將業界嘅訴求向政府反映，爭取政府將束縛行業發展嘅規管拆牆鬆綁，推動特區政府為香港航運中心嘅發展，為香港本地建設更完善同安全嘅交通網絡投放更多資源，讓香港更好地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，讓市民享受更好嘅交通設施同服務。2026年係丙午馬年，馬喺中國傳統文化入邊象徵住自由、速度同活力。我謹在此祝願國家一馬當先，傲視全球，祝賀香港同業界馬力全開，好運齊來，祝各位市民龍馬精神，身體健康，一帆風順。